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嗰個聲音，咔咔，就係水杯入面結冰嘅聲音。明明我啱啱由水壺倒出嚟嘅，應該係滾水，應該有白煙升起，應該燙手，但一瞬間，全都變咗冰渣，黏稠、透明，像一隻冰冷嘅手合住我。嗰一秒，我成個人呆咗，唔係因為震驚，而係因為心入面升起咗種不祥嘅感覺。我知出事啦，推開窗，街道靜到詭異，成個城市就好似一夜之間俾人凍結咗，汽車全部化成冰雕，天橋閃住冷冽嘅光，甚至連天空都蒙上一層灰白，好似要崩塌落嚟。我手機屏幕閃咗一眼，出現一個數字-80°C，下面仲有一行閃動嘅紅字，極端天氣警告。我呼吸急促，白霧一口一口冒出嚟，鼻腔痛得好似刀割。我第一個念頭係要睇下對門嘅阿玲，佢同佢個仔縮喺走廊，成個人都凍到發紫。佢啜泣，暖氣冇咗，吹出嚟嘅係冰風。我個細佬女不停咳，成個人硬晒。我聽到，心口一沉。如果連屋企嘅暖氣都頂唔順，咁呢一座城市根本冇人捱得過。突然，砰一聲，樓下傳嚟粗口聲，搶米，快啲搶！我心入面一震，拖住阿玲走到大堂，便利店門口一片混亂，幾個街坊用鐵棍狂叫鐵閘，貨架上啲水同食物幾乎全結咗冰，有人發狂咁砸冰樽，手掌裂開，流血都冇停，有個老伯擋住門口，大聲喊：留返啲俾大家，唔好搶晒。下一秒，啪一聲，鐵棍直直落喺佢頭頂，老伯整個人倒落地，鼻血瞬間形成一條條紅色冰絲。阿玲嚇到發抖，我一把攬實佢，我深知呢度已經冇法律，冇秩序，人比寒冷更殘忍。黑暗籠罩一切，只有呼吸聲變得沉重。黑暗籠罩一切，只有呼吸聲變得沉重，每一口氣都化成霧，迎喺面前，好似鬼魂。你聽到冇？阿玲細聲講。我豎起耳，由地下傳嚟轟轟轟嘅聲音，唔似地震，唔似風雪，嗰種聲音深沉到好似有巨獸喺地底爬行。我心口沉咗落去，冷得唔止係氣溫。突然有人指住天台大喊：有火，快啲上去！我抬頭，紅光透過冰霧閃爍，好似希望嘅信號。人群躁動起嚟，爭住要衝上樓，但下一秒，紅光公然爆裂，幹震動令大廈都晃咗一下，天台水箱爆裂，連同幾十塊冰塊直直墮落，砸喺便利店門口，血同冰一齊濺開，人群慘叫，有人尖叫，唔係火，係爆炸，希望係一瞬間變成絕望。我拖住阿玲瘋狂後退，腦海亂到爆炸，呢度唔止係極寒，仲有啲嘢唔應該存在。我腦入面閃過手機最後一次更新嘅畫面，唔係-80°C，而係溫度計讀數失效。我呼吸急促，心跳得好似要裂開。換句話講，我低聲自語，我哋根本唔知真正嘅溫度係幾多。人群由混亂慢慢靜落嚟，因為地下嘅共鳴聲再一次響起，今次比之前更近，每一次低鳴都震到牆壁掉落冰屑，腳底傳嚟一陣陣顫動，好似有咩嘢正一步一步逼近呢座樓。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眼神凝固，唔敢喐，唔敢講。就喺嗰一刻，我第一次感覺到真正嘅恐懼，唔係凍死，而係我哋根本唔知自己面對緊啲咩。我唔記得自己幾時開始呼吸都要計時，每一口空氣都好似都刮落喉嚨，乾冷得滲血。樓下嘅便利店仲傳嚟嘈雜聲，有人為咗搶幾包凍到硬邦邦嘅米打到滿手是血，嗰啲聲音同淒厲叫喊夾雜埋一齊，聽到人心發寒。我冇再落去，因為我知喺呢種溫度之下，食物同熱量就等於命。人一旦被逼到極端，會做出啲比天災更恐怖嘅事。我同阿玲縮喺天台樓梯間，四周冰冷嘅牆壁滲出白霜，佢抱住個女阿欣，蜷縮到角落，好似隨時會碎裂嘅冰雕。阿欣得6歲，身形細小，瘦得見骨，佢冇喊，淨係咬住條舊毛巾邊，眼神大大圓圓望住外面黑暗，牙齒震到打架，但偏偏一聲都冇出。我細聲對阿玲講：個女
好似比同齡小朋友更驚覺。阿玲攬緊阿欣，聲音顫抖。佢一直都好乖，太乖。自從佢爹哋走咗之後，我一個人湊大佢，食住書本，我樣樣慳，就係唔想佢受凍受餓。但依家佢冇講落去，眼淚已經結成冰珠掛喺睫毛。我想安慰佢，但自己心口都涼。喺零下80度嘅世界，任何承諾都脆弱得似玻璃。嗰陣，忽然有人聲喺樓梯口響起低沉、冷硬，再唔走，你哋會死。我猛然抬頭，一個男人企喺陰影中，高大、肩膀闊，披住件軍綠色大衣，口罩同頸巾遮住咗大半張臉，只露出一雙人嚟到刺痛人嘅眼。我下意識戒備。你係邊個？佢聲音沙啞，好似沙石摩擦。阿輝，退役軍人。呢座城已經封死，出城橋斷咗，但地下水務局有條道未完全結冰。地下，我心頭一沉，因為我記得之前聽過嘅共鳴聲，好似就係由地下傳嚟。阿玲驚惶地望住我。阿俊，可唔可以信佢？我冇答。去定留低，等人殺上嚟搶物資，走出去可能凍死，甚至遇到更可怕嘅嘢。腦入面閃過便利店嘅畫面，一個男人用鐵棍打爆另一個人頭腦，血淋淋，仲狂笑住話多件外套，多條命。我吸一口冰冷嘅氣，心一硬。行。阿玲咬緊嘴唇，終於點頭。阿欣縮喺佢懷裏，黑漆漆嘅眼睛冇閃過一絲聲音。阿輝帶路，令我哋落到地下車庫，寒氣重到呼吸瞬間化霜。汽車成排凍成半透明冰雕，車窗裏有人影凝住，表情扭曲，好似臨死前想撞碎玻璃卻做唔到。有人以為困車入面能避寒，但結果變咗棺材。阿玲忍唔住縮埋身，喃喃，佢哋都仲企圖保命。我捉緊佢手，低聲，唔好望。阿輝腳步穩，聲音壓低，要快。地下越入越凍，等牆壁完全封死，我哋連一條縫都冇得走。行到地下道口，冰霧升起，空氣中彌漫住金屬鏽同血嘅味。阿欣突然問：媽咪，呢度點解好似有血味？阿玲嚇到面色發白，急住佢口。阿輝停低，眼神凌厲得似乎可以割人，低聲喝道：唔好再出聲，呢度唔止得冰。下一秒，幹一聲由黑暗深處傳嚟，整個地面一震，天花板冰屑速速墜落，我渾身一震，手腳冰冷。嗰種聲音唔似地震，唔似風聲，而係一種有規律嘅移動，好似有巨大嘅生物喺冰層底下慢慢蠕動。阿欣忍唔住細聲：媽咪，下面係咪有怪獸？阿玲嚇到雙手發抖，眼神死死盯住黑暗。阿輝轉頭，眼神冷冽，聲音低得近乎耳語：唔好講。佢哋聽到聲，我全身冷汗直冒，腦海入面得一個念頭：留喺城市，遲早被人殺，走入黑暗，可能仲有一線生機。但我更加清楚，踏入去嘅唔只係一條地下道，而係一個未知嘅深淵。阿輝舉起手，用眼神示意我哋跟隨。我咬緊牙，捉實阿玲同阿欣，一步一步踏入被冰霧吞噬嘅黑暗，因為我已經知道呢座城市真係逃唔出去。踏入地下道嘅第一步，我已經後悔，氣溫低得連呼吸都係痛，喉嚨入面似乎結咗一層冰膜，腳底踩落去，咔嚓一聲，係冰層裂開定係骨頭碎裂，我唔敢諗。阿玲攬實阿欣，行得戰戰兢兢，好似隨時會跌低。佢隻手冰冷到發抖，但緊緊揸住我就口，帶住絕望。阿欣冇喊，眼睛大大打開，望住前方黑霧。佢細聲問咗一句：媽咪，入面有人啊？我擰住，心跳加速，邊有人？阿玲嚇到馬上掩住佢嘴，唔好亂講。阿輝停低咗腳步，回頭，眼神好似都咁冷。小朋友講乜？我硬住頭皮頂返佢：你唔好嚇佢啦，佢仲細。阿輝冇講嘢，只係沉沉望咗幾秒，轉身再向前行。我越行越覺得唔對路，
地下嘅空氣有股奇怪金屬味，好似血同鐵鏽混埋一齊，呼吸落去令人反胃。耳邊傳嚟一陣低沉嘅共鳴，好似心跳，咚咚咚，節奏穩定，慢慢逼近，好似地底有個龐然大物同我哋一齊呼吸。阿輝，我忍唔住壓低聲線，你真係知條路。佢腳步冇停，聲音卻壓得更低。我知，唔想死就唔好問。佢嘅冷靜令我心底更驚。我諗起便利店嗰幕啲人為咗搶糧互相殘殺，人性已經變得咁可怕。但地下如果仲有唔係人嘅嘢呢？我手心全濕，揸住阿玲時，佢低聲顫抖同我講：阿俊，我唔敢再行。阿欣忽然伸出手，指住黑暗深處，佢聲音冷冷嘅，完全唔似6歲小孩。嗰度有眼望住我哋，地下道越行越窄，天花板上掛滿冰柱，好似利刃一樣，稍為一碰就會崩落。呼吸聲同腳步聲被放大，壓得人透唔到氣。我哋行到一段牆壁凍到發白嘅走廊，燈光照過去，我瞳孔猛然收縮，成排人影被完整凍結喺冰裏。佢哋個個眼睛圓睜，面容扭曲，好似臨死之前仲拼命想掙扎出去，手掌緊緊撐住門口，卻永遠停留喺最後一步。阿玲一眼望到，整個人震晒，捂住嘴，尖叫聲硬生生壓斷，眼淚即刻流落嚟，結成透明冰珠。阿欣冇屈，只係冷冷盯住嗰啲冰絲，好似唔驚，反而好熟悉。佢細聲講：佢哋仲喺度講嘢。我頭皮炸開，差啲跌倒。講乜嘢？我聲音顫得唔似自己。阿欣眼神空洞。佢哋話凍，好凍。阿玲忍唔住，死死抱住佢女，戰聲喊：唔好講啦，唔好再講啦。佢哋母女嘅哭聲喺冰冷地下道入面顯得特別刺耳。阿輝突然轉身，聲音低沉又帶威嚇：收聲，再出聲，你哋會連累大家。我心火即刻燒起，忍唔住衝前一步，攔住佢。你咁惡做咩？阿輝直直盯住我，目光冷得刺骨。你以為自己仲有得選擇？呢度每一秒都係命換命。我死死瞪住佢，腦袋裏只剩一個念頭：呢個人唔可信。但我無法反駁，因為佢話得啱。地下道傳嚟嘅共鳴聲已經越來越近，好似某啲巨大嘅東西就喺冰層後面慢慢逼近。阿輝見我冇再出聲，回頭繼續行，背影冷硬，好似鋼鐵鑄成。阿玲啜泣聲仍未停，我握住佢手，低聲講：捱落去，一定要捱落去。但我心入面清楚，呢條路根本唔係生路，而係一條被冰封嘅墓場。走到更深處，氣溫再跌，連吐出嘅白氣都凍結成霜塊，啪嗒啪嗒掉落地下。四周黑到伸手不見五指，手電光柱照出去，只能撐起一個窄窄嘅圓圈。突然，咔咔咔，後方傳嚟裂冰聲，好似有啲龐然大物正拖住身軀逼近，牆壁跟住震動，碎冰速速落下。阿玲嚇到尖聲，後面有嘢。阿輝急喝跑。我一手拖住阿玲，一手拉緊阿欣，幾乎係盡全身力衝。黑暗裏，心跳聲同腳步聲混成一片，耳邊公公作響，好似下一秒就會俾咩嘢吞晒。但跑咗唔夠幾十米，前方通道突然被厚厚冰層堵死。死路，點算？我失控咁敲。阿玲抱住阿欣，嚇到全身發抖，眼淚直流。阿欣仍然冇喊，佢冰冷冷望住前方，好似早知會咁。後方聲音越逼越近，均均低沉到震到胸口發麻。黑暗裏有種無形壓迫，好似有嘢盯住我哋，等緊出手。阿輝忽然拔出一支舊到生鏽嘅信號槍，雙眼一瞬間閃過狠光，低聲道：佢哋嚟緊。我瞳孔一縮，心火直衝上腦，忍唔住質問：點解你會有信號槍？呢啲係軍用裝備，你早就知會遇到呢啲嘢。阿輝望住我，神情冷硬，冇否認亦冇解釋，只係冷冷回咗句：知太多對你冇好處。佢一句話等於承認咗一半。我心口一沉，腦袋亂成一團。佢究竟係救我哋，定係帶我哋落嚟做有你？下一秒，砰！刺眼嘅紅光炸開，照亮咗整條冰道。我擰住，冰霧深處果然有嘢，一雙巨大嘅眼閃爍住冷冷藍光，死死鎖住我哋。光線照到嘅地方，影影綽綽浮現一條龐大身影，拖行喺冰霧裏，
形態根本唔似人類。阿玲嚇到失聲尖叫，唔係人。阿欣卻望住嗰雙眼，神情怪異，好似陷入恍惚。佢竟細細聲講：我識佢。我腦袋公一聲炸開，整個人差啲唔穩跌倒。識佢？一個6歲小朋友點會識到呢種地下怪物？紅光漸漸熄滅，黑暗再度吞噬，後方共鳴聲越來越近，震得我心口痛。我心裏只剩一個念頭：如果唔走，我哋全部都要死。信號槍炸開嘅紅光一熄滅，地下道又沉到死寂入面，黑暗厚到好似實質咁，壓到我喘唔到氣。我哋4個人就困喺冰層前，後面仲傳嚟乾嘅低鳴聲，好似心跳咁一下一下搭住我胸口，越逼越近。阿玲攬住阿欣，佢成個人震到似西米，聲音顫到斷斷續續。阿俊，我哋走唔甩嘅，係咪？我硬住頭皮握住佢隻手，明知自己講嘢都冇底氣，但仲係咬實牙，行得出去嘅一定有路。我轉頭盯住阿輝，心入面火越燒越旺。阿輝，你解釋下先，點解你會有信號槍？我聲音低沉到幾乎係咬出嚟嘅。佢背靠住冰牆，雙眼閃過一絲不耐，問嚟做咩？依家最緊要係生存。生存。我忍唔住上前一步，攔實佢。你早就知地下有怪物係咪？帶我哋落嚟，係咪想用我哋做你？阿輝冇即刻回應，佢眼神冷得嚇人，望咗我足足幾秒，先那聲講咗一句：想活命就收聲，跟我行。呢句說話反而令我心底更寒。佢冇否認。阿玲驚到夾喺我哋中間，急急出聲：唔好爭啦，唔係時候啊！你哋2個再撳，大家真係死得快。佢啲眼淚滴落阿欣頭髮度，瞬間凝住成細細粒冰晶。我望住佢同阿欣，心一沉，強行忍住再質問，但內心已經開始動搖。阿輝究竟係救星，定係引路嘅魔鬼？後方嗰陣光明更近咗，地下道牆壁開始掉落裂冰，塵屑落到我臉上，冷冰冰一片。我死死咬住牙，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：如果阿輝真係我哋，我會親手整死佢。我哋試咗用手邊嘅鐵棍敲打冰牆，聲音帶起一陣咚咚，又好似係空洞裏面回響。敲咗幾下，回聲變得怪怪，唔係普通嘅反彈聲，反而好似有人喺遠處低聲回應：快啲，再打！阿輝急速喊，佢眼神裏面帶住一種我睇唔透嘅焦急，好似內裏仲喘住乜嘢。我同佢撞手，力氣全放喺一擊一擊，冰碎咗一層層，但越打，冰牆反而出現細微裂紋，啲裂紋像血管一樣，逐漸延伸，仲滲出一絲黏稠嘅黑色液體，發出細細嘶嘶聲，聞落去有種吩咐嘅味。阿欣忽然走前一步，把手貼上裂紋，面無表情。佢哋喺下面，唔止一個。我當下呆咗，猛然一把壓低佢，唔好亂嚟，小心走位。阿玲差點喊出聲，緊緊抱住個女，聲音發抖：阿欣，唔好講啲可怕嘢。但阿欣好平靜，低低講，就好似講緊天氣。佢哋講要我開門，佢哋講係我嘅朋友。我個心猛一沉，朋友？地下嗰啲冰屍，定係啲未識嘅怪物？點解一個6歲細路會聽到？阿輝盯住阿欣，眼神閃過一絲複雜光。你講乜？佢聲音比平時細好多，似乎帶住一啲確認同怕。我即刻推開阿輝，你仲有咩事冇講？點解你會知道？你係咪？阿輝冷冷打斷，夠啦，依家又想用佢哋嚇我哋。但佢講完個肩頭微微震咗下，好似真係有嘢唔想講。通道盡頭忽然間一聲巨響，地面震動，塵屑亂飄，裂紋迅速擴開，黑色液體由縫隙流出，沿地面慢慢爬，接觸到鐵棍仲發出嘶一聲，似被溶解。走！阿輝低喝，我哋本能衝前，但前路已封，腳底下仲不斷輕微下陷，好似有啲東西正喺底下游。我心裏一半係恐懼，一半係怒火。阿輝，你究竟係邊個？阿玲抱緊阿欣，眼神絕望卻硬撐。阿俊，唔好再鬧啦，唔係時候。阿欣忽然撲上前，手掌又貼裂縫，眼睛竟然閃出空洞光，細聲回應下面：唔好食佢哋，佢哋係我嘅人。我心口一皺，佢係邊個嘅人？呢句意味深長到嚇死人。阿輝臉色就變，衝過去一把拉開阿欣，嘶聲：唔好再出聲，唔好再招惹佢哋。
但呢句到底係保護定係恐懼？四周響起低語，唔似人聲，卻好似有人咳嗽、呼喊。裂縫不斷擴大，黑液四處滲開，好快就會吞晒成條路。我望住阿輝，心裏火燒得更旺。如果佢真係隱瞞，我一定唔會放過佢。但此刻求生本能壓住咗怒氣，先要活落去，先有資格問真相。地下道震得越來越犀利，牆壁上嘅裂紋咔咔直響，像一張張嘴慢慢張開，黑色液體溢出嚟，順住冰層一路流，捉到地面石板，就冒出白煙，附射出一個個窟窿，空氣裏面傳嚟陣陣怪味，唱得我喉嚨生痛。阿玲抱住阿欣，急得大喊：唔得㗎，再咁落去，條路好快會塌。阿輝額頭滿晒冷汗，卻仲係硬撐，跟住我向右邊走。仲有個知道，我盯緊佢背影，心入面越來越不安。佢點解對呢度咁熟？好似早就嚟過。阿輝，我忍唔住低聲喝：講清楚先，你點解會知道出路？你係咪一早就準備好？佢腳步一頓，但冇回頭，只丟下一句：而家唔係解釋嘅時候。我心頭火一陣陣往上衝，但眼前裂縫繼續擴大，地下傳嚟咣咣聲，好似有龐然大物蠢蠢欲動。我冇得揀，只好咬實牙關，拉住阿玲同阿欣繼續跑。突然，砰一聲巨響，裂縫徹底炸開，一隻巨大嘅手硬生生撐咗出嚟。嗰隻手表面全係黑色黏液，皮膚卻像凍肉一樣半透明，裏面隱隱見到血管同骨頭，五指極長，指尖拖住冰屑，硬生生插進石地。冷氣瞬間撲面而嚟，連我呼吸都凝住。阿欣竟然直直望住嗰隻手，冇哭冇驚，反而細聲低語：佢哋好痛。阿玲聽到嚇到臉色慘白，死死掩住阿欣嘴，唔准講，唔准再應佢哋。阿輝雙眼死死盯住裂縫，唇色發白，手卻唔停地摸索背包，好似仲有咩後手。我忍唔住質問：阿輝，你袋入面係咩？仲有信號槍定係其他嘢？佢冇理我，手指卻明顯一震，似乎被我講中咗。裂縫裏面傳嚟陣陣攞支攞支撕裂聲，唔止一隻手，仲有更多影子蠢蠢欲出，黑液溢得滿地都係，空氣凍到我牙關打顫。我心裏頭好清楚，再唔走就死。走啊！我一把揚起阿玲，硬生生逼佢跟住我。阿輝卻突然喝住我唔好亂走，再衝會正面撞上佢哋。佢指住一條逼側小通道，聲音嘶啞：入去。我擰咗半秒，點解佢咁清楚嗰度可以避開？係真路定係陷阱？心入面嘅懷疑瞬間翻騰到極點。我望住阿玲同阿欣，再望住裂縫嗰隻詭異大手，空氣裏嘅低語聲越來越大，好似數十張口一齊貼近耳邊細講：過嚟，過嚟。阿欣忽然掙脫阿玲懷抱，雙眼空洞，照住裂縫邁前一步：唔好啊！我同阿玲一齊大喊。阿輝飛身撲上去，一把將阿欣按翻，額頭青筋暴起，衝住我咆哮：你仲想唔想活？跟我走啊！佢嗰副樣已經分唔清係憤怒定係恐懼。我心頭一沉，最後硬生生讓住阿玲，死死拖住阿欣，跟住佢一齊轉入支道。背後裂縫終於崩裂，一陣陣以玉龍嘅工龍響徹成條地下道，巨大嘅影子撲面而嚟。我只覺黑暗瞬間將我哋吞沒，我哋幾個人幾乎係爬住咁入去支道，空間窄得要命，頂同地面距離唔到半米，空氣又焗又濕，呼吸一口都似吸入鐵鏽味。後面傳嚟陣陣悶響，好似成條地下道都塌緊，嗰股壓力逼得我胸口發緊，連心跳都快到痛。快啲，在前面！阿輝喺前面帶路，佢額頭已經滿晒汗，但動作仲係好肯定，好似知道條路有幾長，拐去邊。我越睇越唔對勁，呢條通道根本唔係普通下水道，牆上有啲殘舊標誌，寫住避難區 D 段，仲有啲紅字被塗抹過，但仍隱約睇到政府監控幾個字。呢度係政府嘅地方嚟。我低聲問，阿輝冇回頭，只係冷冷一句：行就行啦，命緊要。但佢嗰個語氣就好似係故意避開咗啲嘢。走咗大概10分鐘，前面光線突然變亮，我幾乎係撲咁出咗口氣。一推門竟然係個密封倉，門口刻住E17避難倉嘅編號，
門身厚到要3個人先抱得晒。金屬面上滿係裂痕同鏽跡，但仲閃着微弱紅燈。阿玲第一時間衝入去，抱住阿欣靠牆喘氣，面色白到似紙。呢度可以休息下先嗎？佢聲音賤，但眼神裏全係死撐。我環顧艙內地方唔大，大約2間屋咁，牆上貼滿舊急救指示，地上散落啲急救包、破裂嘅防護衣，仲有幾具乾屍。乾屍穿住嘅係舊式防化服，上面印住民防局。我腳一軟，差點踩到佢手，嗰隻手枯到似木枝，但手腕上仲掛住一條銀色名牌。我蹲低睇，名牌上寫住輝煌。我整個人僵咗幾秒，抬頭望向前面嘅阿輝，佢個背影僵硬，手一邊開緊電閘，一邊輕聲講：開燈，小心點。燈一亮，我清清楚楚見到乾屍嘅臉，竟然同佢7-8分似。我喉嚨一緊，忍唔住問：阿輝，你同佢咩關係？佢動作停頓咗一下，回頭望咗我一眼，嗰眼神冷得刺骨。我都想知。空氣凝住，只聽到電流嘶嘶響，燈光閃咗幾下，才穩定落嚟。阿玲抱緊阿欣，低聲講：唔好亂講啦，可能係巧合。但阿欣忽然抬頭，面無表情地望住嗰具屍體，輕輕講咗一句：佢唔係死咗。我背脊即刻一涼。阿欣嗰句佢唔係死咗仲響耳邊回蕩，令我成個人都僵咗。我望住嗰具乾屍，皮膚乾裂得似泥樣，但手指尖竟然微微屈咗一下。你睇，我指住佢，聲音發抖。阿玲嚇到退後幾步，差啲撞到艙門。阿輝快步走埋嚟，蹲低檢查嗰具屍體，神情冇半點慌亂，反而好冷靜，好似早就預咗會見到咁樣。冇呼吸，冇脈搏。佢語氣平淡，可能係空氣流動搞啲錯覺。佢講得太順到我反而起疑。阿輝，講真，你到底係邊個？你啲反應太冷靜啦。我盯住佢，忍唔住發火。佢沉默幾秒，突然苦笑：我唔係英雄，也唔係政府人。以前我係民防局嘅技術員。我心頭一沉。你啱啱講呢艙係政府避難區，你係咪早就知？佢抬起頭，眼神閃過一絲複雜。我以為呢度廢咗好耐。呢艙本來係研究氣候淨化計劃嘅備用實驗點，出事之後啲資料全部被封鎖。咁個屍體呢？佢同你一個姓，仲咁似。我逼問。阿輝眼神有啲空。我有個兄弟喺項目度失蹤咗，佢個代號就係 E17。空氣一下變得好重，好似連呼吸都要用力。艙內燈光閃爍，突然傳出吱吱聲，一盞頂燈燒咗，散出一股焦味。緊接住，艙門外面傳嚟陣陣響動，好似有啲嘢摩擦住鐵壁。阿玲驚到抱實阿欣，聲音發緊：外面係咩嚟？又係水？唔係。我細聽住，唔係水聲，係呼吸聲，重而慢，好似隔住金屬響艙外徘徊。我哋4個都冇喐，空氣壓到幾乎凝固。幾秒後，砰一聲巨響，震到成個艙都響，頂上掉落啲灰屑。阿玲尖叫咗一下，阿輝衝去門口，抄起一支鐵管對準門。佢動作太熟練，根本唔似臨時應變。我再望一眼乾屍，佢個頭轉咗半寸，嘴角滲出黑色液體，慢慢滑落地面。我幾乎失控。阿輝，你解釋下，你哋政府研究咩鬼淨化計劃？係咪搞出呢啲怪物？佢咬緊牙。我哋唔係要製造怪物，係想淨化空氣中嘅細菌，但系統失控，氣體反應逆轉，感染咗所有實驗員。佢聲音越講越低，包括我阿哥。阿玲哽咽，即係話你哥就係呢個，唔好再講啦。阿輝怒敲一聲，鐵管一揮，當一聲插落乾屍身側，黑水爆開，帶出陣陣腥臭。電燈又閃動幾下，艙內瞬間陷入半暗。我聽到阿欣喺媽媽懷裏輕聲數1、2、3，佢哋嚟啦。我全身雞皮疙瘩都起晒。阿欣數到3個一刻，整個避難艙嘅燈光齊齊閃滅，黑暗壓到我幾乎冇得呼吸。四周只剩下阿玲急促嘅喘氣聲同金屬牆入面滲出嘅怪異響動，咚咚咚，一下一下，好似有啲嘢用拳頭敲緊我哋個空氣。我本能想揾手電，但阿輝比我更快，佢撳咗牆邊一個暗切，應急燈啪一聲亮起，血紅色嘅光照滿艙內，啲場面瞬間變成似血池咁樣。我哋幾個人眼都花咗。
阿玲抱實阿欣，聲音顫得幾乎聽唔清。我哋出唔出得去？阿輝冇答，只係走去控制台，撳咗幾個鍵，屏幕閃咗幾下，竟然出現一幅艙外畫面，係紅外線攝影，外面真係有人，不過啲人個樣唔似人，皮膚似融化咗咁掛喺骨頭上，一步一拐圍住避難艙打圈，佢哋嘅眼發出淡藍光，一直凝視入鏡頭，好似知道我哋喺睇佢哋。我心跳到耳仔都震。阿輝，嗰啲係你哋實驗嘅人。佢沉默咗好耐，最後只吐出兩個字：係。阿玲開始哭。你哋做咗咩啊？阿輝咬住牙。我冇份喺核心項目，我只係負責通訊維護。但嗰陣時佢哋為咗加快氣體轉化速度，用咗人造媒介。佢聲音低得近乎喃喃，包括我哥。我腦入面嗡一聲，一切都串埋。難怪佢一路都咁熟呢度。難怪佢帶我哋嚟避難艙，佢唔係真係想避難，佢係想再入嚟睇清楚自己以前嘅錯。外面嘅人越嚟越多，開始用手找艙門，金屬摩擦出刺耳嘅聲。阿欣突然推開阿玲，跑去嗰口艙底排氣孔前面，指住下面講：有風，黑風。我哋擰住，阿輝立即走埋去，撳開地板，下面真係有條狹窄通風口，風呼呼吹上嚟。但氣味好怪，帶住焦臭同血腥味。呢條風道連去另一層，可能有出口。阿輝語氣急咗：我帶你哋走，你呢？我問。佢停頓咗一秒，苦笑：我留低，我要關門系統，否則佢哋會追入嚟。唔得，我直覺唔安，呢啲嘢唔係人嚟，關門都未必擋得住。阿輝望咗我一眼，眼神出奇地平靜。咁都好過連累你哋死。我想再講。外面傳嚟轟一聲巨響，門外金屬板凹咗一塊，裂縫中已經伸入一隻灰黑嘅手。阿輝反手一拉切，紅燈閃爍，緊急系統啟動。嗰口風道下方吹起陣強風，走啊！佢推我落去，我跌入通風道，背後傳嚟阿玲嘅哭聲。阿欣用手遮住耳仔，眼淚直流。風道越來越窄，空氣又濕又臭，我幾乎係爬住往前。忽然背後傳嚟震動。剛一聲，整個避難艙似乎爆咗，熱浪衝上嚟，我連翻滾帶爬地逃出去。當我哋最終滾出通風口，外面係另一處廢墟隧道，空氣冷得刺骨。但我第一時間回頭望，避難艙嘅入口已經塌埋，只見一縷黑煙升起。阿玲呆咗幾秒，喃喃：佢真係死咗。我想講啲咩，但喉嚨發唔出聲。風裏傳嚟微弱嘅電波雜音，嗡嗡幾下。忽然一個熟悉嘅聲音斷斷續續響起，未完，系統還有出口，係阿輝。我心頭一諗，四周風再起，冷得似刀。前面深處有一道烈光閃咗一下，像係另一個世界喺呼吸。我哋喺風道爬咗差唔多20分鐘，終於見到前面有啲微弱嘅光，光線透過幾條鋼筋縫隙滲入嚟。我忍唔住用力掰開通口，一股腥臭嘅風即刻撲面而來。我差啲冇忍住嘔出嚟，嗰種味就好似血同爛肉混埋化開咁。我扶住阿玲同阿欣一齊爬出風口，落到一個巨大嘅空間，四周黑漆漆，唯一嘅聲音係滴水同我哋自己嘅呼吸。我打開手電一照，眼前畫面嚇到我個心差啲停。呢度係條地鐵隧道，不過軌道上全係水，水面反着微微光，好似有啲嘢喺底下喐。天花吊住啲電線，搖搖晃晃。啲牆貼住舊廣告紙都爛晒，仲可以見到幾個字：安全出行，共建未來。呢度真係地鐵站嚟？阿玲聲音發顫，似係，但應該廢咗好耐。我四處望，指住前面嗰邊有月台，去睇下。我哋踩住啲積水行，腳步聲喺隧道裏空蕩蕩回響，啲水冰冷，踩落去時仲有滑嘢掠過腳面。我低頭照，見到水底浮緊一隻人手爛到只剩皮同骨，指甲仲黏住啲頭髮。阿玲尖叫，抱實阿欣退後幾步，我一手拉住佢，唔好出聲，呢度可能仲有啲嘢。突然，砰一聲，遠處傳嚟金屬撞擊聲，我哋即刻蹲低，手電光掠過一個黑影，係個男人，佢拎住支鐵棒，慢慢行出嚟，頭髮亂晒，鬍鬚幾乎遮晒半邊面，腳步聲重得離奇。邊個？我看問，佢冇答，只係走近啲，直至手電光照到佢個樣，係個中年男人。樣老得出奇，雙眼渾濁，但神情清醒。佢舉起手示意我哋唔好怕，聲音沙啞：唔好亂屈，
前面水深，有啲人冇死淨。我擰咗下，你係咩人？梁叔，佢淡淡咁講，呢度，我留咗7日。阿玲忍唔住問，7日，冇食冇水。梁叔笑咗一下，露出幾隻黑牙，啲水唔止係水。我聽到嗰句，心頭一諗，燈光剛好掠過佢個背，佢身後嗰堆石頭竟然全係屍體，密密麻麻，一層壓一層，有啲仲未完全腐爛。阿欣捂住眼，我差啲都喊出聲。梁叔蹲低，用手掀開其中一具屍體嘅衣角，低聲講：呢啲人都係逃避嗰場火爆出嚟嘅，上面燒到紅，佢哋以為落嚟避得過。佢眼神有啲哀傷，但又冷靜得唔似真。我忍唔住問：咁你點解仲喺度？佢抬起頭，我等緊人，等邊個？你哋。我心入面即刻起晒雞皮。梁叔嗰句我等緊你哋講得太自然，好似真係早知我哋會嚟金。你識我哋？我皺住眉問，佢冇即刻答，只係慢慢抬頭，用嗰雙灰白嘅眼望住我。我聽過你哋嘅聲。我同阿玲對望咗一眼，心頭越嚟越唔安。咩意思？我哋啱啱先落嚟呢度，你點可能？地底有回音。梁叔打斷我，聲音好低，好似怕驚到啲乜嘢似的。成個隧道都係活嘅，你講過嘅嘢，佢哋都會記得。我聽到佢哋2個字，頭皮一麻。阿欣拉住我褲腳，細聲講，佢話嘅係真。我一陣心寒，呢個細路女有時講啲話，真係好似唔係佢自己講出嚟。阿玲壓低聲，我哋快啲揾出口啦，呢度唔安全。梁叔轉過身，出口喺前面第3條軌，但要經過沉屍段。沉屍段，我哋幾乎同時講出嚟。佢淡淡答，落水嗰啲人冇個走得出去，佢哋都沉咗喺嗰度。我哋跟住佢向前行，地鐵隧道越走越窄，啲牆開始滲水，空氣入面有股酸臭味，水面浮住好多白色布條。起初我以為係垃圾，行近啲先發現嗰啲係屍袋。阿玲手震到成個手電都撐唔穩，呢啲都係人。梁叔，以前政府派人落嚟清理，清到一半就走晒，呢啲袋都係嗰時留低。佢講嘅時候，一隻屍袋慢慢喺水面浮起，袋口竟然打開咗少少，入面啲手緩緩伸出嚟。我即刻拉住阿玲退後，唔好屈。梁叔就好冷靜咁舉起支鐵棒，一下打落去，啪，水花四濺，嗰隻手沉返落去。我忍唔住爆粗，你早知啲嘢會喐。佢望住我，嘴角抽咗下，呢度啲屍唔算死得晒。說時遲那時快，遠處傳嚟一陣低低嘅呻吟，好似幾百個喉嚨一齊響。我哋齊齊轉頭，只見黑暗入面一點一點綠光閃起係眼。快走！我拉住阿玲同阿欣狂跑，梁叔緊隨其後，但佢腳步聲越嚟越重，好似拖緊啲咩喺身上。我回頭一望，差啲嚇到斷氣，有2隻灰白嘅手死死拉住佢條褲腳。放手啊！佢怒哮，鐵棒亂揮，黑水爆開，屍體碎咗幾塊，但又有更多浮上嚟，整個隧道都響起撲哧撲哧嘅聲。我拖住阿玲爬上月台，心跳快到想爆。阿欣回頭望咗一眼，眼神好空。佢哋唔放佢走，唔理佢啦。我一把抱起阿欣往前衝，水底傳嚟砰一聲巨響，梁叔大哮去第3軌道，然後佢個人就俾黑水吞咗。我哋狂奔咗成幾十米，直到氣都唔夠先停低。後面嘅水聲仲響，似乎啲屍仲係追上嚟。我靠住牆，喘到胸口火燒咁痛。阿玲抱住阿欣，啲手震到成個人都係。佢哋真係會屈。阿文，嗰啲屍真係，我知。我打斷佢，唔想再聽，因為我自己都唔知啱啱見到嘅究竟係現實定幻覺。隧道前面有盞閃爍緊嘅紅燈，喺黑暗入面閃下閃下，好似一隻眼。我哋沿住牆邊慢慢行過去，啲牆開始變得濕滑，地上啲鐵軌都被淹到見唔到底。阿欣突然停低，指住前面，嗰邊有聲。我竊聽咗一陣，真係有微弱嘅嗒嗒聲，好似有人敲金屬。我哋小心行近，光線照到一個人影，竟然係梁叔。佢全身都濕透，頭髮貼住面，皮膚灰白，但佢仲企得直。你冇死？我忍唔住出聲。佢慢慢轉過頭，臉上掛住一個奇怪笑容。我話過，地底啲嘢會記得人。我退咗一步，心頭涼晒。你講咩？梁叔伸出隻手，掌心入面有樣嘢係我哋之前掉落水嗰支信號槍。你唔係問過點解我有呢支槍？佢聲音沙啞，好似從水底滲出嚟咁。因為我都係上面啲人派落嚟睇住你哋點死。阿玲尖叫，你講咩啊？佢慢慢舉起信號槍，對準我哋。任務完成一半，另一半係燒乾淨啲未死透嘅人。我腦袋一片空白，只記得自己撲過去，砰！
一聲巨響，紅光閃爍，煙味彌漫，但中槍嘅唔係我哋，而係佢自己。梁叔直到落水入面，信號彈射穿咗佢個胸，整個隧道瞬間被紅光照亮。紅光底下，水面開始翻滾，無數具屍體一齊浮起，臉孔扭曲，嘴巴張開，好似喺吸氣。走啊！我拉住阿玲同阿欣死命跑。紅光閃到盡頭，前面終於出現一扇鐵門，我衝上前猛叫，阿玲喺後面大喊：快啲開！佢哋嚟緊！鐵門咔一聲鬆開，我哋一齊滾入去，重重關上。門外傳嚟拍打聲、撞擊聲，仲有啲低沉嘅哀嚎。入面係一條維修通道，狹窄、陰濕，但至少安全。我哋三個靠住牆坐低，喘住氣。阿玲眼紅紅，梁叔，佢係想救我哋。我搖頭，唔知，可能佢清醒咗一陣，有可能。阿欣突然講，佢話得啱，地底啲嘢會記得人。我望住佢，你又知，佢抬起頭，眼神冰冷得唔似個細路女，因為佢哋喺同我講嘢，我整個人即刻凍晒。咩話？佢指住自己個頭，啲聲一直都冇停過。說完，遠處嘅鐵門輕輕咔一聲，好似有人從另一邊開咗，紅燈再次閃爍。我心入面只得一個念頭，呢場災難仲未完。我唔知我哋跑咗幾耐，只記得啲腳好似灌咗鉛咁重，通道越走越窄，空氣入面開始有股金屬味，夾雜住一陣冷氣機嘅聲，嗡嗡，唔似廢棄地方會有嘅聲。我忍唔住講，呢度有電。阿玲抬頭，牆角嗰盞白燈閃咗下，再亮起，冰冷到刺眼，成條走廊都亮晒，兩邊牆係不鏽鋼面，乾淨得嚇人。地上仲有啲新鮮鞋印，唔係我哋嘅。阿欣走到我前面，聲音好輕，佢哋喺前面。我問邊啲，佢冇答，只係望住盡頭嗰度。我哋小心翼翼行到一扇自動門前，門上面貼住個紅色標誌，實驗區域0號層，門冇鎖，淨係掃一掃就打開。門內係一個巨大空間，幾乎成個地鐵月台咁大，四周牆壁都有鏡頭。監控屏幕，一排排金屬門，好似監倉。我走近其中一塊屏幕，畫面閃咗幾下，畫面入面居然係我哋三個，同樣嘅衣服，同樣嘅位置，甚至同樣嘅動作。我全身一動，呢啲係錄影。阿玲搖頭，唔係，好似即時畫面。我抬頭望住鏡頭，心入面一沉。屏幕入面嘅我同樣抬頭望返落嚟，動作一模一樣，連呼吸節奏都同步。阿欣拉住我個手，叔叔，你知唔知？我哋好耐之前已經喺度。佢講呢句嘅時候，聲音好淡，好似講緊事實咁自然。我心入面湧起一股寒意，咩意思？佢望住遠處嗰排金屬門。我記得我喺其中一間醒過，入面好凍，仲有水聲。我走過去，打開最近嗰間門，門入面有一個透明玻璃窗，裏面係一具人形，白到幾乎透明嘅皮膚。唇色發青，胸口貼住電極，我定眼一睇，隻手都忍唔住震，嗰張臉就係我自己。我退咗一步，心口好似俾人揸實。咩嚟？我完全唔敢信，走近玻璃窗，用手指敲下，嗰句我冇屈，但我聽到一陣極微弱嘅呼吸聲，似乎仲活緊。阿欣低頭，聲音好輕，呢度唔係避難所，呢度係觀察室。我望住佢，你點知？佢指住牆角其中一個控制面板，上面寫住人類極限反應觀測項目。我走埋去，見到屏幕上面滾動住數據，溫度、壓力對應心率波動，群體恐慌階段觸發率，樣本01、02、03，樣本03，就係我哋。我腦入面一片混亂，一切都好似俾人安排好咁。阿玲捉住我手，阿文，我哋走啦，唔好留喺度。我望住佢嗰雙手，都喺度發抖。我壓咗幾秒，最終只係點頭走，但要搞清楚呢度係咩地方。講完呢句，後面傳嚟一陣的聲，控制面板自動亮起，屏幕上浮出一行字：樣本03，實驗進度達成97%，請返回觀測區。阿玲即刻捉緊我，佢哋知我哋喺度。我抬頭望住天花板上啲攝像頭，全都轉向我哋。一陣冷風吹過，整個空間好似活咗。啲燈突然全部亮晒，刺到我哋幾乎張唔開眼。我條反射神經即刻拉緊，拉住阿玲同阿欣貼牆壁。幾秒之後，喇叭聲響起，一把男聲用機械調出嚟咁講：樣本03組，
請返回觀測區。實驗尚未結束，嗰把聲冇感情，完全聽唔出係真人定錄音。我心入面即刻起雞皮。觀測區，我哋唔係人咩？阿玲忍唔住怒喊：你哋係邊個？出嚟講清楚！回音喺走廊反彈，冇人回應，淨係嗡嗡聲更大。我哋沿住走廊快步走，想揾出口，但走廊一條條延伸出去，好似迷宮咁。我心入面有種越嚟越唔對路嘅感覺。呢啲設備太新，代表有人一直維修緊。換句話講，呢度根本冇廢氣。阿欣行得最前，突然停低，有人，我即刻拉低佢，抬頭望前面主角位，真係有個白袍男人，佢推住架實驗車，戴住口罩同護目鏡。我哋三個即刻閃入隔離通道，透過玻璃睇，嗰男人走入其中一間實驗艙，開始對住一具人體調整儀器。我細望嗰具人體係阿輝，佢眼未開，但胸口貼滿電極線，顯示心跳微弱。阿玲掩住嘴，咩話？阿輝仲喺度。我哋等嗰白袍男人離開後，衝入房。佢哋真係有系統，有編號。呢度係政府設施定私人組織？阿玲撳咗幾個按鈕，阿輝個艙門咔一聲開咗，佢猛咳兩聲，呼吸斷斷續續。你哋，佢聲音好啊，好似啱啱喺地獄返嚟。我扶住佢，阿輝，你點會喺度？佢慢慢開口，佢哋唔係救我，係要測試我哋。測試？係啊，之前個信號槍，佢哋俾我，要我觀察你哋反應。阿玲一聽即爆粗，即係你一早知。阿輝搖頭，我以為只係普通求生實驗，冇諗過真死人。佢講到呢度，胸口忽然閃紅光，的聲響起，佢個人開始抽搐。我大喊阿輝，但嗰塊胸口嘅電極自己爆咗火花，整個人僵硬一秒，斷氣。突然通道燈光閃動，警報響成一片。阿玲拉住我，阿文，快啲走！我哋抱起阿欣狂跑，後面傳嚟鎖門聲，咔咔咔一格格封死。我哋撞入一條寫住核心控制區嘅通道，裏面係一個圓形房間，中間有個透明圓筒，入面浮住一個人形。我走近睇清楚嗰張臉，又係我。玻璃筒下方開始滾起泡，幾條管線插入佢胸口，輸入啲透明液體。控制台自動亮起一排字，樣本03啟動中，複製體同步率98%。我心跳幾乎要爆。複製體，即係我先係假嘅。阿欣望住我，眼神有啲古怪。叔叔，我早就話佢哋喺睇我哋。佢指住天花板，果然有一整排攝像頭，啲紅燈齊齊閃。我腦入面一片亂，回想起之前嘅所有畫面，冰雪、屍水、信號槍，有冇可能？嗰啲都係佢哋設計出嚟嘅模擬。我嘗試撳控制台，但嗰啲界面不停變換，彈出一個個監控畫面。畫面裏面唔只有我哋三個，仲有其他地方無數個我，喺唔同環境底下掙扎求生。高溫、暴雨、地震、黑夜，我雙手發抖。喺其中一個畫面見到我喺超市度搶糧，我喺船上漂浮，我喺地鐵淹死。每一幕都係我，但我完全冇印象。阿欣反而好冷靜，佢行咗去控制台前面，輕輕撳咗個掣，房入面嘅燈瞬間熄晒，只剩玻璃筒閃緊紅光。嗰個我張開口，好似想講嘢。版本錯誤，樣本3，請回到休眠區。我聽到嗰句嘅時候，心跳停咗半秒。佢話版本錯誤，即係話我哋唔係原版。我走埋去，用盡力敲玻璃，講清楚，我係邊個？阿欣忽然抓住我。叔叔，走啦！我轉頭見到牆壁開始裂開，一條條紅色警示燈閃爍，系統崩潰，整個空間開始震動，頂上啲鐵管不停滴落黑色液體。我拖住阿玲、阿欣跑出控制室，後面傳嚟金屬爆裂聲，通道盡頭一扇緊急門自動打開，冷氣一湧出，幾乎吹動我個肺。門後係一條向上嘅升降梯，樓層標示地面出口。我哋三個幾乎同時衝入去，升降梯開始上升，指示燈從-761一路跳。我靠住牆，呼吸亂晒。我哋真係可以走得甩？阿玲搖頭，唔知，但總好過留低。當升降梯到負1層時，忽然停低，燈閃咗幾下，喇叭傳出一把聲，嗰個冷冰冰嘅男聲，樣本03，測試階段結束，感謝你嘅參與。我抬頭望上去，
升降門打開，外面並唔係地面，而係另一個一模一樣嘅地下通道，空氣、牆壁、味道全都一樣。我聽到自己嘅聲音從對面傳嚟，你終於返嚟啦！我抬頭望對面企住另一個我，佢露出個笑容，伸出手，下一個回合開始啦。我唔知自己喺度暈咗幾耐，醒嗰陣空氣入面有股金屬味，好似血滲入電線咁。頭頂啲燈忽明忽暗，牆上啲監控畫面仲閃緊，嗰啲畫面入面竟然有我，唔係以前嗰啲重播，而係另一個我。佢着住同我一樣嘅保護服，拉住阿玲，一步步行向控制室。我成個人擰咗2秒，腦入面啲聲音又開始亂，係錄影定係佢哋先係真？阿玲同阿欣仲未醒，我唔敢出聲，只係企喺黑影入面望住個屏幕。個畫面入面嘅我舉起一支信號槍，我突然心寒。嗰支槍我袋入面都有一支，我忍唔住摸咗下個袋，手指掂到冷冰冰嘅槍身，一模一樣。電流啪一聲，燈光突然全亮，整個實驗場廳室都照晒。呢度比我想象中更大，像一個醫院加監倉嘅混合體。牆上寫滿代碼同指令，天花板懸吊住10幾條冷卻管，滴住灰色嘅液體。文哥，阿玲聲音沙啞，手指指住前面，嗰度有人。我抬頭一望，玻璃門另一邊真係有3個人影。燈光閃動之間，我清楚睇到係我哋3個，我、阿玲、阿欣，但佢哋嘅動作完全唔同。阿欣喺度喊，阿玲拉住佢，而嗰個我就捉住個門柄，表情冷得嚇人。佢哋好似聽到咁，嗰個我抬頭望過嚟，眼神直插我心入面。兩邊燈同時閃爍，咔一聲，玻璃門打開咗，空氣裏傳嚟陣焦臭味。然後2個阿文對望住，我想講嘢，但另一個已經開口，你唔屬於呢度。佢聲音同我一樣，只係少咗情感，好似 AI 重播出嚟咁。佢話系統每次重啟都會生成新樣本，你哋係上個循環遺留嘅錯誤。然後抬手指向上方嗰個冷卻槽，出口就喺上面，但淨得一個機會，只可以一早走。我心跳得好快，阿玲拉住我手臂，細聲講：文哥，唔好信佢，佢唔似真人。我望住對面個我，佢冷笑咗下，真人？邊個仲算真人？嗰一刻，燈光再閃，系統報警聲響起，輪迴重啟程序啟動，倒計時5分鐘。我哋4個兩組，同時望向天花板，嗰啲冷卻液喺加速滴落，像係要重置成個空間。而我已經決定我要搶喺重啟前打開真出口，但要點做？可能要同自己打一場仗。我同另一個我對望咗幾秒，佢突然拔槍，唔好喐。我即刻反應，一腳踢開旁邊鐵櫃，遮咗阿玲同阿欣。信號槍嘅紅光閃咗一下，擊中牆邊儀器，乒聲巨響，火花亂濺，成個控制室陷入半黑，燈光亂閃，嗰啲警報聲夾住人聲錄音，樣本衝突，樣本衝突，佢追出嚟，我同佢扭咗一團。嗰下我真係分唔清自己邊個對方，每個動作都同我一樣準確，拳頭打落對方臉上，我都感覺到痛，好似係自己打自己。你想逃出去？佢冷笑，外面已經冇世界。我咬實牙，你點知？你出過去咩？佢冇答，只係用力將我壓喺地上，啲冷卻液滴到我面上，好似冰咗嘅血。我反手撬起一支鋼棒，捅向佢胸口。嗰下我聽到咔嚓一聲，冇血，只係碎裂聲。佢低頭望住個破口，入面唔係骨頭，而係光纖線。你唔係人，我氣喘吁吁。佢望住我，嘴角抽動咗下。你都唔係。佢話完呢句就整個人倒落地，斷線火花亂閃。我整個人擰住，連呼吸都停咗幾秒，腦入面只剩下一個問題喺回：如果佢唔係人，而我同佢一樣咁，我又係乜嘢？阿玲撲過嚟，拖住我，唔好企喺度，快啲走啊！我回過神，抬頭望向天花板，冷卻槽上方有一個通風口，個蓋重咗。走呢度，我指咗下，然後抱起阿欣。阿玲跟住我一齊爬上去，風口入面又窄又黑，嗰啲金屬管冷到出水，我哋手腳都凍麻晒。後面傳嚟嗡嗡聲，系統重啟倒計時剩1分鐘，快啲！我哋幾乎用爬嘅衝上斜坡，前面出現微弱光線，一道閘門半開，外面似乎有風，我用力叫開門，
凍風一湧入嚟，帶住冰雪。阿欣一出門就喊：有天啊，文哥，有天啊！但當我抬頭嗰下，整個人都擰咗，天係灰白色，浮住幾個巨大金屬環，像天上裂開嘅口，地下全部都係冰，建築物歪斜倒埋，像一個凝固咗嘅城市墓場。呢度真係外面。阿玲聲音都震，我深呼吸，冷氣刺入肺。呢度嘅確冇天花板，冇燈，但太靜，靜得唔似自然。文哥，後面有聲，阿玲話。我一轉頭，通風口入面有人影爬出嚟，唔止一個，又一組我哋，佢哋嘅動作同我哋一模一樣，連呼吸頻率都差唔多。但最前面嗰個我眼神唔一樣，冷到極點。佢舉起一支信號槍，槍口泛住紅光。我咬實牙，原來實驗仲未完，凍風好似都咁劃住我塊臉。我一腳踏實冰面，咔嚓聲清脆得嚇人。通風口後面個我越嚟越近，紅光一下下閃喺冰層反射，好似獵人準備開槍。我用盡力氣推開阿玲，帶阿欣走去嗰邊廢墟。佢想講嘢，但我敲咗一聲走。信號槍砰一聲射出，火花照亮成個空地。我滾咗落冰層下邊，撞到條鐵管，痛得幾乎斷氣。抬頭望另一個，我已經追到門口，佢背後仲有幾個同樣面孔嘅影，幾個我站喺一齊，像係鏡像交疊，冷冷咁望住我。其中一個開口：輪迴重啟程序已完成，多餘樣本必須清除。我企起身，手指掂到腰袋，仲有一支未用嘅信號彈。我拔咗保險，舉槍指向上方個金屬環，紅光一閃，砰！信號彈直射入天，爆開成個火花圈。1秒之後，整個地面都震，天空嗰啲金屬環開始轉動，發出低沉轟鳴，像開動咗某種巨型機械。幾個我停低，似乎有啲混亂。嗰時我聽到阿玲大喊：文哥，喺呢邊！我轉頭見佢同阿欣喺一個倒塌地鐵入口邊上，冰層下面閃着黃光，似乎係電源系統。我衝過去，幾乎滑倒。後面嗰幾個我開始亂射，紅光亂跳，冰碎飛揚。我哋幾乎係滾入去個地洞入面，冷風被一扇金屬門關咗外面，裏面暖啲，但空氣有股焦味。地底通道窄得只能側身過。我哋摸黑前進。文哥，嗰啲係乜嘢人？阿欣細聲問。我諗咗幾秒，唔係人，應該係被複製出嚟嘅意識投影，系統用嚟監控我哋。阿玲找緊我就口，咁我哋真係走得水？我苦笑，我都唔知，可能依家先真係開始。我哋一路行到盡頭，前面出現一個圓形門，門上貼住警告標誌，核心層嚴禁進入。門邊有個裂開嘅控制面板，我試下接通，竟然仲有電，熒幕閃咗幾下，出現文字：出口驗證，樣本 A01，我心跳一下，我唔係 A01，我係 A12。不過畫面底下有條細小選項，偽裝樣本 ID，我深吸一口氣，手指掂落去，鍵盤傳來微熱觸感。嗰一刻，我腦入面閃過無數畫面：地鐵水災、避難艙爆炸，另一個自己嘅臉。如果呢度真係實驗場，咁我生存落去嘅每一刻都係佢哋數據嘅一部分。我唔想再被觀察，我只想做一次自己選嘅決定。我輸入 A01，系統停咗1秒，然後傳出驗證通過嘅聲音。門緩緩打開，強光湧入，暖流夾住風，吹起我哋滿身灰。我聽到阿欣喺後面細聲講：文哥，出太陽啦！我抬頭，係光，真光。但天上仲漂浮住嗰幾個金屬環，而喺其中一個環嘅內側，有數百個監控鏡頭，正同時轉向我哋。我心頭一沉，原來所謂出口，可能只係下一層觀察室。我喃喃講咗一句：如果天堂都係實驗場，咁地獄應該幾靜黑。阿玲望住我，眼底閃過一絲恐懼。風又起，雪花似電視咁飛，而我終於明白，逃生唔一定係出路。有時只係另一場測試嘅開始。我踩住厚厚嘅冰層，腳底發出咔嚓咔嚓聲，響得整個城市都靜晒。望落去，破爛樓宇堆積得似迷宮，街道完全被冰雪封住，好似時間喺呢度停咗。阿玲攬住阿欣，細聲講：文哥，真係反到外面。我望住遠方天際，灰白色天空下，幾個金屬環靜靜漂浮，毫無生氣。我深吸一口冷氣，嗰種刺骨冰冷刺入肺，但內心嘅寒意比呢啲更深。
我哋小心咁行，冰層下面偶爾響起金屬斷裂聲，像城入面仲有人或者某啲嘢。阿欣緊張咁攬住阿玲裙角，我低聲講：唔好驚，我哋小心行。其實我自己都驚到唔得，但我唔想俾佢哋睇出嚟。行咗一段，我哋見到一個被鐵網圍住嘅建築群，入口貼住殘破標誌：人類殘休管理中心。阿玲瞪大眼，真係有人住。我走近牆邊，發現幾個身影伏喺裏面，望住我哋。佢哋着同我哋差唔多嘅衣服，但眼神冷漠，帶住距離感。我走上前，小心講：我哋想入去。其中一個人抬頭望我，嗰眼神透出一種熟悉感，又似乎唔係好肯定我係咪人。你係樣本？佢問，語氣平淡得嚇人。我一擰，樣本？我係阿文。呢度外面真係殘區。佢冇答，只係揮手示意我哋入去。入到去，我見到唔少人，好似被逼生活喺呢度。每個人眼底都冇光，食物、衣服都好簡單。阿欣一眼睇到角落堆住嘅罐頭，眼淚水差啲掉出嚟。阿玲低聲講：呢度同地下冇分別。我心底一沉，望住啲存者佢哋嘅表情，好似我哋逃出嚟，但又被困喺另一個牢籠。文哥，佢哋係咪？阿欣細聲問。我冇答，只係握緊佢手，心入面有種苦澀。呢個生存唔似以前幻想中咁光明。我繼續行，見到中心控制室，熒幕閃爍，顯示一行字：樣本行為分析，持續觀察，生存指數87%。我低咗頭，呼吸沉重。呢句話好像提醒我哋逃出地下，只係換咗個觀察室。我望向阿玲，佢望返我，眼入面有擔心同理解。我握緊佢手，輕聲講：我哋至少仲活住。外面風又起，帶住灰雪打喺窗上，發出嗡嗡聲。我抬頭望天，雖然有金屬環漂浮，但光線透過灰環柔和地灑落。我心底微微暖咗一下，但好快又被現實淹沒。呢度冇自由，冇希望，只有活着。而呢個活着本身就已經係恩典同刑罰共存。我哋喺控制室坐低，望住熒幕上閃爍嘅數據，感覺好似返咗實驗場。但呢度有天，有風，有冰。阿欣縮住手指捏住我三角，眼睛一直望住我。文哥，佢哋會唔會追你？我望住佢，唔敢講真話，因為連我自己都唔知。我低聲講：唔會，至少依家暫時唔會。阿玲走到我旁邊，坐低，眼神有啲空洞。呢度唔係天堂，亦唔係地獄，只係殘歐。我點點頭，感覺好沉重。殘歐唔只係佢哋口入面嘅管理中心，而係整個世界嘅寫照。人類生存到最後，只係維持一種數據，維持一種觀察。我走出控制室，想睇下外面情況。冰雪封住嘅街道上，幾個存者蹲低，望住遠方金屬環。我一邊行，一邊留意啲人表情疲倦、冷漠、畏縮。佢哋望我哋，眼神帶驚恐，好似見到怪物。我心入面一沉，呢啲人同地下嗰啲樣本有咩分別？我拉住阿玲同阿欣，輕聲講：我哋唔係怪物，至少唔係全部。但阿欣望住我，眼入面閃住淚光。文哥，呢度好恐怖。我冇答，只係帶佢哋行到一個倉庫，入面堆滿晒罐頭同衣物，仲有幾個人影低低伏住。佢哋抬頭望住我哋，眼神同我哋出入地下實驗場嗰啲監控人一模一樣無光，只有算數字嘅眼神。我低頭望住佢哋，心底出現一種奇怪嘅平靜。呢個世界無法改變，但至少我哋仲活住，活住已經係一種恩典。我走去控制面板，熒幕閃爍，顯示最新資訊：生存樣本，阿文、阿玲、阿欣，行為指數分析87%。我心入面苦笑，呢個87%好似提醒我哋逃出地下，只係換咗個觀察室。唯一唔同嘅係，我哋清楚自己活住。阿玲坐喺我旁邊，輕輕握住我手。文哥，我知呢度好殘酷，但我哋仲一齊。我低頭望住佢，眼角濕咗，但唔係淚水，而係冷風入肺嘅刺痛。我點頭，輕聲講：係，仲一齊。外面風再起，灰雪飛舞。我望住遠方，城市被冰封，但天空微微透光，金屬環靜靜漂浮，好似宇宙留低嘅殘骸。我深吸一口冷氣，
心入面有種奇怪嘅平靜，活着就係我哋唯一可以掌握嘅現實。我帶住阿玲同阿欣慢慢行出控制室，外面冰封刺骨，但心入面嘅寒比呢啲冷更深。我望住城市廢墟流倒咗一半，街道鋪滿碎玻璃同鐵片，冰層底下偶爾響起怪聲，遠方金屬環漂浮，好似審視我哋嘅眼。阿欣攬住阿玲，細聲問：文哥，我哋真係可以自由咩？我冇即刻答，心入面掂住一個念頭：自由。喺呢個世界，自由只係感覺。我低聲講：唔知，但依家我哋至少可以自己走。我哋行到人類殘軀深處，見到更多存者，佢哋伏喺冰冷建築裏，望住我哋，好似第一次見到人類真正活着嘅樣子。阿玲輕聲講：文哥，佢哋同地下嗰啲一樣。我望住啲眼神，無光、冷漠、警惕。我點點頭，係，但佢哋仲活住。我抬頭望天，灰白色雲層裏，光線微微透入，照落冰層同建築上，像提醒我哋，無論外面幾凍幾殘酷，至少我哋仲有呼吸。我行去控制台，熒幕閃爍，顯示最後數據，樣本行為最終分析。阿文、阿玲、阿欣，生存指數87%。我苦笑，87，唔完美，但呢個數字係我哋存在嘅證明。阿欣低頭望住手，阿玲握住佢手，眼神帶微光。我望住佢哋，心入面湧起一股奇怪嘅平靜。呢個世界冇重來，冇理想嘅結局，但呢一刻我哋仍然活住。我望向遠方，被冰封嘅城市，倒塌嘅樓，靜止嘅街道，仲有漂浮喺天嘅金屬環。我喃喃講：活着有時候就已經夠襯。阿玲輕輕靠住我肩膀，阿欣攬住我腳，我感受到佢哋嘅暖，寒風刺入骨髓，但我心入面竟然有一絲光，微弱但真實。我低頭望住手心，輕聲講：呢個世界唔完美，但至少我哋仲一齊，仲可以呼吸。我抬頭，灰色天際透入微光，世界仍然殘酷，但我哋選擇咗活住。呢一刻，所有實驗，所有監控，所有輪迴都唔再重要。我哋三個人慢慢行向未知嘅遠方，腳下係冰，心入面係餘光。世界殘破，但呢份活着係我哋唯一可以掌握嘅恩典。風聲裏，雪花輕輕飄落，像銀色碎片，輕拍我哋面頰。我知道呢個結局唔係勝利，但係哀而不悲，至少我哋仲係自己嘅主角。